拍摄袂记哩，爱讲国语吼，爱讲华语。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今天是我们农历过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非常高兴看到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首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我们神是伟大的神，他创造一切万物，并赐下平安喜乐给我们。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新树。又听到了那隆隆的雷声，这都是神的大功，填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既愿差他儿子将世生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一起来赞美救主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伟大的神，他是真的伟大，我灵歌唱。声音欢呼响彻天空，来赞美他。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我要跪下。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你真伟大。
都归给那伟大的神，祝福我们的神，赐下平安喜乐给我们的神。拍掌拍掌，不要停，拍掌拍掌，将你所得的荣耀，你从神得到的荣耀，你从神得到的平安，你就拍掌回应给神，回应给那祝福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真是那伟大的神，你赐下平安喜乐给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年头到年尾，我们都福恩满溢。谢谢你丰盛了我们的生命，谢谢你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谢谢你赐下这平安的大礼物给我们。这真是平安，这是金钱买不到，这是努力也换不来的，因为唯有信靠神，我们就能够得到这平安。谢谢你，你将这平安不仅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可以怀着这个平安的意念。今天在这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来领受，来寻求你，来跟随你，来爱你，来拥抱你。谢谢主赐下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礼物，这么大的一个红包，平安平安。就用这首歌，我们来回应给我们那爱我们的神。他是使我们有指望、有盼望的神，又有丰富的平安。再一次，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让我们来呼求他，来呼求我们的神。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这里有说，让我们来寻求他。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来寻求神，跟神说，你今天来到他的会所当中，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就自己开口来向神来求，因为神说，只要你寻求他，他就开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来开口祷告，来寻求神。你自己来寻求神，你自己来向神说话，你自己来向神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
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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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继续来敬拜他，仰望他，来寻求他，因为只要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有如天堂降临一般，是如此的平安。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你的爱与柔美无止境，打开你的心，来寻世上求他。无一事无能相比。打开你的心，因唯为有耶稣，唯有耶稣你能满足能够满足我心。我的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主，你是我生命的至宝，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你同在，你同如天堂降临。如天堂降临。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哦，耶稣，哦，耶稣，你同在，如天堂降临。哦，耶稣，哦，耶稣，你同在，如天堂降临。是的，神同在，就如同天堂降临一般。我愿有一生年日等待，直到那日与你面对面。世上无一事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再一次，世上无一事无能相比，向你自己来说，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向神来唱来说，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
谢主，在神的圣殿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天堂降临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刻要来感恩与认罪的祷告。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136篇第3节，请。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个时刻，我们要感谢神，在过去他的带领，他掌权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同时也要认罪，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荣耀你，主，我们要称谢颂赞你，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主，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平安，你是喜乐，你是健康，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你是全能、全知、全备的主，你是真神，你是万有的神，你是万军的统帅，主，一切的美的言辞都无法来形容你，因为你是那奇妙的主，因为你是在你心里面为我们带来真平安的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爱我们的阿爸父神，赐福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以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赞美敬拜你，主，因为你是怜悯，你是公义信实的神，除你以外，我们别无他求。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谦卑来认罪。在过去的1年，主，你一样恩典眷待我们，但我们常常做出让神不喜悦的事。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带领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愿意成为荣耀主你的器皿。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接着是医治与释放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8篇第8节，请。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我们要邀请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要成为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以及身体的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忧虑要卸给主，如同以往一样。主耶稣说，我们若愿意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他，主耶稣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的担是轻省的。我们感谢神有这样应允我们，特别也要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的身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提名蔡文道弟兄，他在过年期间身体不适，有腹痛他的肾功能有衰退，以及我们银如干事的岳母李游淑慧姐妹，她因为有车祸跌倒撞到头，我们求神怜悯医治他们。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手放在我们有病痛的地方，我们要呼求神要来医治你，让你的身心灵都得到神的帮助，
得到神的医治。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将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大胆的开口向你来祈求，祈求你成为我们心想情感医治生命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面前，主你就卸下他，你就帮助他，让他知道神是可以帮助的，神是怜悯的，神也是医治的主。凡弟兄姐妹将他的手按在他的身上，他需要医治的，他需要神帮助的，神你我们都知道，你就医治他们，医治他们的身上的病痛，他们心上这样的忧虑，心里面的重担，医治他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再一次呼求你。主，因为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主，但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在你的面前，主，你要让我们成为刚强。主，我们生命虽然有缺乏，但因着主你要让我们成为富足。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主你给我们应许，你要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主，我们特别要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我们为文道兄他的肾功能以及他的腹痛、身体不适，我们求神你怜悯医治他，求神你的爱浇灌滋润在他的生命中，让他的心中有平安有盼望。主，我们要将银如干事他的岳母李游淑慧因为意外他的头受伤，目前还在医院当中治疗。主，我们求你用你的圣手来扶持来医治帮助他，让他能够时刻感受到神你与他同在。主，我们要宣告，主你的爱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创伤的，有还没有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求主你来医治，求主你来看顾，求主你卸下他心中的那个重担。主，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身体仍然有病痛、长期卧病的。主，你的爱要滋润到他的心中。主，你的手要亲自来触摸他，你要让他在此时此刻就感受到神你的医治，他能够再一次站立在众人跟神的面前，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看顾保守，在新的一年我们一样要仰望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本主日来守望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一同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职核心同工团队来祷告，以及我们本周有参与服事的同工，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摆上，求主来恩膏我们每一位同工，因为我们都要谦卑，成为神荣耀的器皿。阿们吗？阿们。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特别在我们聘牧的事工上，我们感谢神。小会在2月4号也接纳我们的陈柏芝牧师，要成为我们第6任的主任牧师的聘牧的人选。陈柏芝牧师也回应了我们，我们感谢主要来掌权。接下来我们迦南教会这个聘牧的流程都能够顺利来完成。也我们今天主日的
陈牧师的讲道，要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以及下午有我们长职核心同工的座谈，要跟陈牧师、牧师娘来对话，一起为我们迦南教会前面的道路，求神亲自来带领保守。我们要为了总会原住民宣教的委员会的事工，以及经费，还有同工，求主来保守、供应跟带领。特别我们也为了青年牧区来祷告，求神降下谦卑、悔改、祷告的灵，来指教青年，让他们有更深在神的灵里面来祷告。也赐福我们青年牧区每一位同工，手所做的工，都有神来带领，兴起更多的青年领袖，兴起更多的同工来参与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也求神来隔绝任何不当的这些资讯对我们青年的影响，有神话语的教导要进入到我们每位青年的心里面，带领他们不受试探，救他们要脱离凶恶。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起立站立，我们一起为这3项事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让这耶稣，我们特别为今天的主日，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一起来寻求你，一起来敬拜你。主，愿主你亲自掌权在今天的礼拜当中，祝福每一个无论是讲的听的，能够让我们都得到益处，并保守陈牧师今天在这边所做的分享，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是一个盼望的一个生命。我也祝福你的教会，迦南教会，我让教会在下来的聘牧的工作，你都让这一切都顺利，让你的教会迦南教会再一次的被重启，再一次的被兴起，来荣耀神，见证人。我们为着今天现在为着原住民事工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顺利，需要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带领我们迦南教会将要迈向一甲子60周年。主在过去有美好的牧者，在我们教会当中来牧养我们这些羊群，有这些信仰的前辈，能够在教会当中有好的服事模范，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主，我们即将要有第6任的主任牧师，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将后续的聘牧事工完全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寻求神你的旨意，寻求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向前行的旨意，而不是我们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求神你保守我们迦南教会能够成为容神一人的教会。我们要有更多的牧道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主，你要在我们桃园这个地区，让我们迦南教会成为一盏光明的灯，要指引这些羊群来到教会当中，要来敬拜服侍神。主，因为我们这个世代需要你，我们人人都需要主。主，我们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带领我们迦南教会向前行。谢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刻也要为了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来祷告，求神你兴旺你的福音在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在他们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的经费不足，他们缺少同工。主，求你亲自来兴起这些同工，你补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这些宣教的经费都是丰丰富富，供应不断。主，我们请求你来带领他们。主，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青年交托在神你的手里。主，让我们的青年在年轻的时候都学习能够来敬拜、仰望、祷告、读经，
来敬拜服侍你，能够撇下那世间所求的，而是单单寻求神你在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你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主的里面有更深的祷告，能够与神来相遇。求主你也带领我们青年牧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这些长职、区长，我们都要求神你亲自来带领，你的恩典眷顾要临到他们的身心灵，让他们无论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主，我们要请求你来隔绝那些不当的资讯，那些谣言，那些异端，都不要临到我们的青年当中，而是有神你正确的教导临到我们每一位青年跟我们的同工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恭喜！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平安度过一个年，也在新春的礼拜当中，我们一起能够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我在这边来做消息的报告本会的报告。第一点呢，感谢陈柏志牧师及牧师娘在本主日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跟勉励，我们谢谢牧师。好，那本主日是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的事工奉献主日，那在我们周报当中也有这个奉献袋，请我们兄姐来关心代祷跟奉献，也为我们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来提名祷告。那本主日呢，是在下午的4点在8楼的会议室要召开财团法人董事会，请我们的董事都能够准时来参与。那小会的报告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今天我们邀请到陈柏志牧师跟牧师娘来到我们当中。那下午的1点要召开长职跟核心同工座谈会。那在这当中，我们邀请我们的会友也能够一起来参与如果这个时间上许可，我们都欢迎我们的会友一起参与不仅限于我们的长职跟核心同工。好，另外呢，我们在下个主日，在第1场台语礼拜晚，在我们49号的1楼有这个嘉南医疗关怀咨询的活动，这是传道部的事工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兄姐都能够来参与，来服务我们的社区。好，另外总务部的报告，在教会的大楼要开始进行年度的大扫除那在我们的周报的第7页或者公布栏有刊登我们各区负责的楼层的分配表那请我们的各部各区都来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工。另外就是我们2024年的第1期生日助学金即将在今天开始申请那要申请的这些同学呢可以来填这个申请书，以及附上这个成绩单的影本，交到干事室有一个盒子生日助学金的收件盒，这样就可以了那收件一直到3月24日截止。那申请书可以上网去下载列印，另外也可以到我们的干事室来领取。好，教界的消息，新竹中会妇女的公祷日呢，在3月1日周五，在新竹教会要举行。那报名费是每人150元，要前往的这些姐妹呢，可以向前处于长老来报名。好，肢体的消息，我们为了第9组伟光弟兄的岳父林昌才弟兄，他在2月6日蒙主恩召，
享年78岁。那定于2月20日周二的早上10点，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要景行楼4楼哈，要来火化，好，另外还要择日安葬。那求神来安慰这些遗族，好，与他们同在。好，这个时刻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礼拜的这些来宾哈，那些姐妹。那第一位是黄春英姐妹，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呢？有哈，好，我们拍手欢迎她。好，欢迎你，请坐。好，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哈。我们华语的来读2次，预备来。基甸对他们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士师记8章23节再一遍。基甸对他们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士师记8章23节。好，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创造救赎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并赏赐我们儿女的名分。为要得到你从创世之初就要预定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感谢赞美你，今你儿女聚集在你面前，献上将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这个时刻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8章22到24节。只有3节哈，所以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第8章22节，请。
后来，以色列人民对基甸说：“请做我们的导致者，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做我们的统治者，因为你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基甸说：“我不做你们的统治者，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统治者，上主要统治你们。”他又说：“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请把你们每个人夺来的耳环交给我。”原来以实玛利人向旷野的居民都戴金耳环。以上。好，这个时刻我们要邀请陈柏之牧师来讲道。那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在迦南建立上帝主权，在迦南建立上帝主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一片树林当中，他们想要来聘一位牧师。这一片树林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聘牧小组，他们就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牧师，找到了橄榄树。橄榄树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在出产橄榄，这些橄榄呢是可以拿来做油，敬拜上帝，还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我不能当你们的牧师。”所以这个聘牧小组呢，又去找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我现在无花果正在结果，这些果实非常的甜美，可以做无花果的食物，大家都很喜欢。我不能做你们的牧师。”所以他们又去找了葡萄树。葡萄树说：“我现在正在结葡萄，这些葡萄可以拿来做什么？葡萄酒。好，可以拿来敬拜上帝，大家都很喜欢喝我的葡萄酒。我也不能做你们的牧师。”所以这个聘牧小组他们去找了荆棘。荆棘说：“你确定你要找我当你们的牧师？你们这些树就要全部在我的下面。”你知道荆棘有多高吗？就这么高。树有多高呢？它要多高就有多高。你们都要在我的影子下面。如果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我荆棘是很会起火。当我着火的时候，我会把你们所有的树通通都烧掉，甚至连最远、最高、最大的黎巴嫩的香柏树都会把你们烧掉。最后，他们聘了谁当牧师？这个故事来自于圣经士师记第9章。士师记，士师的意思代表民政官，我们的英文翻译是 judge， 就是很多的审判官。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民政官，也可以衍生成为行政官，就是在管理民众人的事情，甚至裁决公断，成为司法官。士师记让我们看到百姓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本来祝福他们，可是他们犯罪，犯什么罪？就是心中没有上帝，忘记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受苦受难。当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呼求上帝，上帝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士师记这样子的流程，总共跑了几次？从这数字当中，你可以看到，每一次都有一句话出现：以色列百姓又去犯罪，又去连续写了7次。所以上帝总共派了12个士师，这12个士师就是在士师记当中的重点。而士师记可以分成3个重点，第一段就是上帝的警告，第二段是上帝的审判，看到12个士师，第3段是上帝的等待。上帝本来用这些在埃及当奴隶的以色列人民，上帝带他们出埃及，让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还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得到这块地。但是他们在上帝的迦南地当中，对于上帝的话是听但不完全。而上帝本来让他们在埃及像是嗷嗷待哺的小老鹰，上帝说：“我像母鹰，就是母老鹰，用翅膀背着你们，把你们
飞进来迦南地，让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飞出埃及，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上帝赐给你们这个迦南地得地，接下来要你们为业。什么是为业？为业就是成为产业。产业是什么呢？产业就是要拿来传承的。好，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产业是要传承的。你有土地的请举手。好，有房子，有没有土地？房子可以传承，好，但是房子久了还是要再都更，还是要盖新的。土地，迦南地要传承。他们在这一块传承的地上呢，对于上帝的话不全听完。上帝有说，他们有听，但是没有全听完。而士师记的最后是一个悲剧，上帝消失不见一般，没有说话。上帝说，这一群人在埃及，在旷野，他们是硬颈的百姓啊，脖子很硬，好，不肯听从。但是上帝要他们成为神圣的国民，因为上帝要他们在这一块得地为业，然后要治理这地。但是他们最后却是完全不听，从听不完全、不全听完，最后变成完全不听，对上帝的话完全不听。所以士师记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越读越心酸，因为看见怎么可以人这样子的悖逆，上帝对你们这么好，上帝这么样的爱你们，可是你们居然最后连他的话完全不听了。这一群人，他们要的是成为这个地上龙的传人。请问你是龙的传人，请举手。什么是龙的传人？好，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好，中国大陆的领导者会告诉你们说，我们就是龙的传人。但是上帝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群他们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当地上龙的传人。但是这个龙呢，变成眼睛朦胧，龙的传人看不清楚，目睭蒙，目睭目，要吃什么药？吃药也不一定有效，少看一些3C，好，搞不好还比较好。目睭蒙，龙的传人，最后连他们耳朵都怎样发沉，所以也是龙的传人，耳朵听不见上帝的话。士师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但他们却要走自己的路，想要成为自己的样式。所以士师记让我们看到人如何不听上帝的话而离开上帝的道。士师记的重点一句话就是人民的生存在于对神的忠心。我们说一次，人民的生存在于对神的忠心。当我们对神忠心，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能生存。反过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难生存。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要看的，我们是不是继续对神忠心呢？12个士师在不同的地方，上帝兴起他们，从最南边的厄陀涅开始，然后来到了以物，来到了三家，基甸今天要分享的是第5个，而最后一个，好，大家最认识的叫做什么孙？参孙。12个士师有6个大士师，所以我用黄色的标记。另外6个是小士师，但是还有2个配角是巴拉和亚比米勒。好，如果我们去读这一段圣经，你就会发现，他们本来都有机会成为好的士师，但是他们都错过了。以色列人民的生存在于他们是不是对上帝的忠心。当他们对上帝忠心，他们就能够在这地方生存。但是他们没有对上帝忠心，上帝自己把仇敌带到他们的中间。今天牧师要透过每日新眼光读经，昨天读到基甸的故事，我要透过基甸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主日来到你的教会、你的圣殿，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1年当中，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在迦南教会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和神圣的百姓，
也愿上帝帮助我们继续对你的话语忠心，让我们听了明白，并且遵从。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去住饭店旅馆的时候，你就在抽屉里面看到一本什么？昨天教会帮我安排住在对面桃花源，我还特别去开了一下，果然真的有一本圣经，基甸会的圣经。你知道为什么旅馆里面会有放圣经呢？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很多人不是基督徒都以为这本圣经放在那边是要正邪的，是要赶鬼的，是要拿来驱魔的。你的圣经会拿来赶鬼吗？那个可能就是电影看太多了。圣经十字架拿出来，鬼就会跑掉。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饭店里面，不是圣殿，饭店里面的抽屉都有一本圣经呢？其实是从这个人，这3个人开始。这3个人呢，一个叫做尼可生，尼可生，他在小时候妈妈带他去教会受洗，13岁受洗。受洗之后，妈妈每天都陪他读圣经，陪他祷告。但是他的妈妈很早就过世，在他19岁的时候，19岁妈妈要过世以前，妈妈只跟他交代一句话：妈妈死了，你要答应妈妈每天继续读经祷告，就这样。尼可生照着做，所以他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到他26岁的时候，尼可生他是一个生意人，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在东岸，他在那边做生意，到处旅行，去住旅馆。所以呢，有一次他在这个旅馆当中刚好忘记没有房间，但是呢，他需要这个房间，柜台帮他安排说：“尼可生先生，我帮你安排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一间。”那个先生他也愿意，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不然我们真的没有房间。所以他就跟照片上面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希尔，刚好同一间。在要睡觉之前呢，尼可生跟希尔说：“希尔先生，不好意思，我有答应我的妈妈，每天一定要读经祷告。所以等一下我读经祷告，如果吵到你，请见谅，但是不会很长。”希尔一听到说：“太好了，我也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就那一天，他们就读到的是约翰福音，读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读了这一节之后，他们2个都觉得这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他们就开始分享到半夜2点还不睡觉。但是他们从饭店离开之后，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都是生意人，都是基督徒，常常在外面过夜旅馆，然后看到很多基督徒就是会在旅馆里面堕落啊，然后就离开神啊，所以他觉得要有上帝的话，所以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叫做 Night， 就3个人创立了一个协会，叫做什么会？基甸会。那一天创立的时候，有几个人出席？只有3个人出席，就他们3个人出席啊。他们就用士师记第6章、第7章说，我们这个机构又叫做基甸会，用基甸的名字来命名。而我们的宗旨有7个，就是前面2个成为读经的人、祷告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甸会从1899年设立到现在125年，125年是全球的机构，4处在赠送圣经。所以你家里面有基甸会圣经的，请举手。很多的人都有，谢谢。可能这个小圣经、小圣经已经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因为很多疫情的关系，现在基甸会的事工还是继续，但是可能也需要转型啊。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基甸不是基甸会，而是圣经的基甸。它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但是基甸故事很长，我们这个礼拜如果我们继续有读新眼光圣经，你可以好好的来看。我只分享3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基甸，他本身是一个很胆小、很没有自信的人。他跟摩西、跟后来的扫罗王一样，都是很没有自信。他说：“我是马拿西家族，你知道马拿西家族是约瑟的2个儿子。
他们在12个支派当中是拿到2份，应该是大长子。可是说我是我们家族当中最微小，又是最卑微的。好，上帝为什么拣选我呢？当时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就让米甸人，你知道米甸人离迦南地很远，那是摩西出埃及之后，他的岳父好在西奈山那一带阿拉伯。米甸人每一年到了收成的时候，就会骑着骆驼大军，他们不是来抢食物，他们来破坏以色列人他们的食物，让他们没有东西吃。连续7年，圣经说连续7年，每一年本来应该要大丰收，到了收成的时候，就是等这个时候，连续7年，米甸人都来破坏，所以他们真的是穷到不行，呼求神。上帝说：“因为你们悖逆，你们不听话。”但是上帝还是去帮他们找了一个士师基甸。基甸被上帝的使者找到的时候，他回应说：“上帝如果真的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呢？”因为上帝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不相信，上帝如果跟我们同在，怎么会发生这一些的不幸的事情呢？但是上帝没有回答基甸，而是告诉他：“我要继续与你同在，我要使用你击败米甸人。怎么击败呢？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你只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一个人一样。”基甸很没有信心，他一直去试探上帝，说：“上帝，你要给我证据，给我证明。”上帝让他看到，在献祭的石头上面有火喷出来。基甸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如果我们看圣经，他是白天躲起来，晚上才出来种东西，这么样的害怕。可是上帝的出现让他更加的害怕，说：“嗨呀，糟了，我死定了，死定了。”上帝跟他说：“平安 ，Shalom， 不要怕，你不会死。”基甸就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用的石头祭拜神，然后他说：“我的神是什么神？耶和华沙龙 Shalom， 就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也赐平安，他是平安的神。”本来过去基甸很害怕的是米甸人，他们米甸人一听到米甸人，大家赶快躲起来。他们骑着骆驼，速度非常的快。那时候还没有马，他们顶多只有驴子，逃都来不及。但是让他更害怕的是，他面对上帝的时候，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说：“这比米甸人还可怕。”但是上帝说 ：“Shalom， 平安。”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工作、你的学业、课业很有挑战、很有威胁、很有压力，像米甸人一样，你会很害怕。但是要更要让我们害怕的是我们的神，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是烈火。而基甸在那次与神相会之后，他的人生知道真正该怕的是上帝。米甸人也很可怕，但是上帝说的话更重要，他必须要去做。所以上帝要他去招聚300个勇士。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不是300个勇士，招聚一群人来对付米甸。而基甸也很厉害，他就到处各支派去招兵买马，总共招到多少人呢？32000人。上帝说：“基甸啊，你现在带着3万多人去打米甸人，如果你们赢了，你们不会说是上帝帮助你们，你们会说是我们3万多人，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自己，跟上帝没有关系。”今天你有创业，你有开店，你有学位，你有买到房子、车子，买了土地，你会认为这是你的手做成的，还是上帝帮助你的呢？上帝先告诉基甸，先把这些人告诉他们，惧怕的可以回去。3万多人，有多少人在惧怕？22000人，剩下1万人。上帝说：“这1万人太多还太少？太多了，把他们带到泉边，那个泉叫哈律泉。上帝说：‘来，
我来为你试试他们。怎么试呢？上帝说，你看到他们喝水之后，如果用舌头舔水，像狗的把他们在一边；如果是双膝跪下喝水的，让他们在另外一边。那300个人像狗还是像跪着的人？那300个人是用舌头舔水，像狗啊。好，讲到像狗，你就觉得这有像勇士吗？好，但是圣经真的形容说，上帝真的说，这些人他们的动作会像狗一样。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勇士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今天有去圣地中东以色列，这不是在这也算在以色列哈律泉，它是一个漂亮的公园。那个水呢，就跟我们的讲台一样，很平、很低、很宽广。1万个人在那边没有问题，但是3万个人在那边可能就有问题。1万个人喝水会是什么情形呢？大家都来那边喝水。你要喝水，你要去打战喝水，双膝跪下就必须用这样的姿势，跪在那边，整个脸趴下去，喝得到水。像狗是你要蹲下去，其实重点是圣经有写，用手捧水，捧到这边来喝。所以你看这2个人的姿势差别在哪里呢？在他们的眼睛，一个是完全看不到前面，只有埋头苦干在喝水；另外一个是这样子舔水，但是他的眼睛怎样，还可以注意。所以上帝说，来，就用这300个舔水的人，让他们跟你去。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不是基甸的能力，也不是这300个人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上帝就让这些人，基甸用策略，带着火把，火把里面晚上怕这个曝光，所以就用一个瓶子照着。这个瓶子照着的时候，火把就看不见。当基甸一声口令喊的时候，100个、100个、100个，他们把米甸总共13万5千人包围起来，统统把瓶子摔碎。他们听到那个碎掉的声音，吓到，又看到火怎么在四周围包围他们。米甸人全部吓到，圣经说是上帝在他们中间，让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自相残杀，开始一路逃跑。而基甸就带着300个人去追杀他们，一路追到米甸去，把他们的首领都抓起来，都杀掉。所以这是在人来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基甸却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他第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耶和华 Shalom， 第2个故事是300个勇士。第3个故事，如果当初基甸会这3个创办人，他们读士师记6章7章，后面8章9章继续读完，我在想他们还会不会考虑用基甸这个名字来设基甸会呢？8章9章，基甸他去继续去追赶米甸人，追赶完成不可能任务之后，回来以色列每个支派的人都说：基甸啊，请你来当我们的领袖；基甸啊，请你来当我们的牧师；基甸啊，请你来当我们的王，治理我们。但是基甸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谁会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基甸说的话有没有正确？非常正确。他的态度有没有让人敬佩？非常敬佩。我当不了立法院院长，我就辞掉我的立委好的资格，我让年轻人有机会后面可以起来当立委，也可以啊。但是问题在后面24节之后，基甸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要求你们，就是你们跟我一起去追米甸人的时候，把他们身上的耳环抢回来的，可不可以都给我？这些米甸人他们是以实玛利人，是创世纪在中东做生意，来回骑骆驼做生意的人，每个人带着耳环去打战，那个耳环都是金的。你去打战的时候，会不会带着钻表去，带着钻戒去打战？他们是钱太多了，带着金耳环去打战。
捞一捞，总共加起来17公斤，17公斤。而基甸拿这些金子做什么？做了一件以弗得。什么是以弗得呢？以弗得就是大祭司身上穿的一件圣服。这件衣服上面要镶着12种宝石，代表12个支派。而这边还有2个口袋。当上帝求问上帝的时候，抽签，抽到乌灵 yes， 抽到土民就是 no。所以求问上帝的时候，就是用这件以弗得。他做了以弗得，代表基甸想要当大祭司。他把这件以弗得放在他自己的老家，叫做俄弗拉，在那个地方。所以基甸说：“我不当你们的王，但是我当你们的大祭司。”另外，基甸很会生，有几个儿子？你有几个？连他的个位数啊，可能是只有基甸的个位数啊。其实基甸不止70个儿子，那是他的老婆生的，他还有妾，他的妾还有儿子，所以亚比米勒是他跟外邦女子、世界女子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他听到说基甸不当王，他也不让他的儿子当王。亚比米勒说：“我有机会。”所以他就联合他的舅舅家示剑人，你们要70个人来管你们，还是1个人来管你们？你们要70个总统，还是要1个总统？1个总统，70个总统，这70个不会打架啊。亚比米勒说中他们的心，他们说：“那我们就选你。”怎么做呢？先把那70个杀掉再说。所以亚比米勒联合他的舅舅这些人，杀掉他的爸爸的另外的70个儿子。70个儿子最小的约坦躲过一劫啊。但是约坦听到说亚比米勒当王了，他就跑去山上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树林有一片树，这片树林他们要选一个牧师，然后这个牧师找了橄榄树，找了无花果树，找了葡萄树，最后他们选了荆棘当他们的牧师。这个故事就是基甸的儿子约坦说的。这是一个故事，这也是一个预言，这还是一个咒诅。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通通发生。咒诅什么呢？咒诅亚比米勒，就是那荆棘，他想要用火烧别人，最后烧到的是他自己。圣经说，上帝就让邪灵进入了亚比米勒还有跟示剑人当中，本来他们是亲戚，一起干掉基甸的儿子，最后邪灵一搞之后，他们自相残杀。亚比米勒疯狂的追杀他自己娘家的人、妈妈家的人，赶尽杀绝，追到最后一座城，爬到城上面去。进去那座城之后，这个示剑人全部都被他杀光了。可是就在亚比米勒要爬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妇人用一个大石磨从上面推下来，一推砸到亚比米勒头，他的头破了一个大洞，他知道他死定了，他赶快叫旁边的年轻人拿刀子来把我杀了，不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是被一个妇人杀的。但是今天全世界的人，读过基甸会诵圣经的人，其实基甸会的圣经只有新约跟诗篇跟箴言，你读不到士师记。你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亚比米勒是被一个妇人所杀的。他一生想要当王，但是最后他真的当了王，只有3年。可是上帝让他草草结束他的生命。这是一个悲剧，悲剧在于基甸今天不选择治理，明天就被修理。他的70个儿子都被干掉，他自己在外面生了儿子，做了更惨不忍睹的事情。基甸口中说让神来治理你们，可是他所做出来的表现却是陷入宗教的危机。他用以弗得造神，取代神，所以圣经说成为他和他们家的网罗，
让以色列人陷入淫行，它还造成政治的危机，没有接班人，所以行政上面、民政上面、司法上面一团乱。亚比米勒让国家自相残杀，而亚比米勒口中说，一个人治理比70个人治理更好，但是大家都听他的。本来大家每一棵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有葡萄树，大家通通躲在荆棘下面，听荆棘的发号施令和指挥，结果引发更多的仇恨、纷乱，必须要让亚比米勒死，必须要罢免他。其实是整个圣经我们看下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基甸死了之后，百姓没有继续敬拜神。问题在于基甸死了之后，百姓又去随从巴力行淫。巴力是在管下雨的，巴力的老婆叫做亚瑟拉，是在管生产的，很会生很多的奶水。他们想要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龙的传人，可是他们对于上帝是眼睛也聋、耳朵也聋，龙的传人。以色列人不记得，因为他们拜巴力久了，就忘记谁让他们可以继续住在这个这么好的地方，谁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继续来生活，继续在这边来敬拜上帝，连上帝都忘记了。甚至当基甸的儿子被杀的时候，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照基甸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善待基甸的家。基甸他儿子死了就死了，随便好，反正有人起来当我们的王就好。今日不治理，明天就被修理啊！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在创世纪就出现过。它的意思我们用中文读不出来，希伯来文很清楚。我爸是王。你又看到一些那个上新闻的酒驾的，然后被警察抓，车窗一摇下来，他说我爸是议员，我爸是立委，我爸是怎么警察。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王。基甸说他不想要当王，我不要当王，可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我爸是王，他已经自己封王了。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他嘴巴这样说，可是他做出来的却是这样。所以当以色列人说你做我们的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继续做我们的王，基甸说我不要，我的儿子也不会，我这70个儿子要管好我这17公斤的金子，然后他们要去投资，要去做生意，他们要去买卖，可能是这样，但是没有时间出来选政治。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教会的归教会，政治的归政治，在教会里面就不要跟我说政治，政治呢就是要中立。所以呢，外面在选举，外面在选什么党，那是外面的事情，来到教会都不要说。今日不治理，明日就被修理。今天我们不在意我们台湾的总统是谁，今天我们不在意我们台湾的立法院院长是谁，明天不认识的人当你的总统，不认识的人就当你的立法院院长，代表你的身份。撒迦利亚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诗篇51篇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领袖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上帝既然拣选你，你觉得很害怕，但是你必须要顺从，因为若不顺从，还会有让你更害怕的事情发生。当教会要选长老、选执事，当教会要选牧师的时候，被选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是谁？我怎么可能？我可以吗？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摩西，可以看看基甸，我们可以看看这些被上帝所使用的人。重点不在于我是谁，重点在于我所认识的上帝是谁。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当我们里面有清洁的心，有重新正直的灵，上帝就能够与我们同在。否则，就算我们是一个领袖，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从基甸的身上，我们可以分享思想基甸一次的成功。那次的成功就是300个人打败13万5千人。成功之后，应该要更加的谨慎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胜利冲昏头，滥用权力，擅作主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滥用权力？也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擅作主张？也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服侍，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若没有谨慎，我们想要用一个人的声音，用一个人的意见来盖过全部其他的人的声音意见的时候，是很危险。怎么做比较好？应该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大家一起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就像使徒行传第15章，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第一次大会一样，每个人都说，每一个人对你所疑问提出来，最后大家听完不同的意见声音之后，做出决定，祷告，然后每个人就 follow， 这就是我们的共识，我们的决定。领袖往往是问题的根源，你同意吗？同意。牧师是不是领袖？所以呢，牧师也是问题的根源。长老是不是领袖？长老是不是问题的根源？哎呀，这个长老讲得这么大声。领子、袖子就是人衣服最容易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直磨，一直动，脖子头要动，手要动，所以这个地方最容易脏。不是领袖脏，是因为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要去服侍人，他要付出，他容易脏。脏了领子脏了袖子脏了怎么办？就要特别的喷一喷，露露诶，所以它清洁。所以做一个领袖，你要比其他衣服身上的地方更加的需要祷告，更加需要读圣经，用上帝的话来洁净自己，洗净自己，才能够继续当一个好的领袖。如果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个领子袖子，其实干脆穿黑色的好了。好，所以牧师很喜欢穿黑色的，好，因为我可以很久很久的再洗一次，好，因为一个礼拜穿一次而已。但是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洁净自己，自爱才能够荣耀神。还有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服事的动机来祷告，我们的动机是否纯正，还是我们一边追杀着米甸人，然后一边说哇，米甸人他们那个耳环好漂亮哦，米甸人他们开的那个车子好帅哦，那个骆驼有几匹的驼力呢？不是马力，是驼力哦，因为用骆驼来算。哇，这个米甸人哇，他们的帐篷多好啊！我也想要住这样的房子。当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如果动机不纯正，把教会、把上帝当作一个工具，利用教会、利用上帝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试探是非常可怕的。在教会当中也层出不穷，牧师敛财，牧师教会敛财，哇，去吸金，然后把这些钱拿去赚更多的钱，最后这钱多到不行的时候，好，来分一点，分一点，好，这边大家分红，为着自己的目的就进入到试探。今天江南教会好也要选牧师啊，好，也在聘牧，好，据说到2月截止的时候，有几个牧师要来应征？1位啊，哪一位？现在在讲话这一位。为什么只有1位牧师来？因为没有人敢来吗？还是因为黑箱作业？
根本都没有去告诉人家说我们迦南教会聘牧，所以我们就内定了，就这一位，就这一位。不知道我也不是真的聘牧小组了，所以聘牧小组是很辛苦。我们先给聘牧小组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他们要花很多的心思。那牧师也感受到我们聘牧小组真的是很主动、很积极。好，那所以牧师跟家人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本来在这个月还要去 AIT 面试，然后去 AIT 面试通过之后，准备要去波士顿教会，因为我们已经3年前就答应波士顿教会要去那边，这3年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这个月时间就到了，就满3年了。可是呢，在迦南教会聘牧小组的邀请，还有跟迦南教会的同工分享当中，还有这几次回到迦南教会的服事，我觉得上帝有感动我，有感动牧师娘，有感动我们3个孩子，所以我们自己先投票，投出来结果，我们都不去美国了，我们要留在台湾，而且我们要去迦南教会。所以有一些其他教会邀请，我们也都跟他一一的谢谢，一一跟他谢谢。但是当迦南教会要选择牧师，请问你们选到的牧师是一个橄榄树，还是一个无花果树，还是更惨的，是一个荆棘？好，有一句台语说“无鱼安怎黑马后”，是一个瞎子牧师。这个瞎子牧师，叫做很瞎的牧师，会不会呢？希望不会啊，希望不会。但是重点，你看这么多的士师，不是这些士师，参孙，你以为他190公分吗？我觉得参孙搞不好只有160、150公分。所以连他的女朋友都说：“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如果参孙是190，你力气那么大是应该的。他是长得比人家不怎么样，可是他的力气这么大，所以人家才真的说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参孙了。但是这些人重点不是他们，重点还是在于上帝。迦南教会，不管是第5任、第6任、第7任，以后还会一直都有不同的牧师。重点不在于这个牧师，而是在于这个教会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还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下一代，有没有帮助他们继续在应许地能够听上帝的话？不要想要去当龙的传人，也不要成为那个龙的传人，而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牧师期许我们在迦南教会，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学习圣经，在应许地建立上帝的主权。迦南就是上帝的应许地，上帝的主权是从神的话而建立。第二，我们要耐心祷告，在应许地顺服上帝的主权，不用听橄榄树，不用听无花果树，只要听上帝，上帝治理我们。第三，我们要谦卑治理，在应许地遵行上帝的主权，让上帝的话说出来，有人听，而且听了有人明白，明白之后真的有人去做，做了之后还告诉别人，告诉他的下一代继续做，这就是上帝的国度，神圣的国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来祷告。你在迦南教会设立不同的牧师，让不同的牧师在不同的时期来带领弟兄姐妹继续前面的道路。我们为这些牧师的辛劳献上感谢，也为现在的牧师、下一任的牧师，也为将来的牧师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是有缺陷，我们都是有软弱，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小龙。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就有平安。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迦南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遇见你，都能够有平安。让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在这个应许地上面建立你的教会，敬拜你，遵守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从头再次，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更大声说，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我们闭着眼睛来唱平安，闭上你的眼睛，让耶和华平安shalom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心中，除去你心中一切的惧怕。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一起说，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礼拜聚会要结束以前，愿耶和华沙龙与你同在，愿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中。不论你明天上班上学要面对什么样的艰难挑战，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担心害怕，不论你现在看的是什么样的医生，挂什么样的号，什么样的医院，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当你与神面对面，上帝的平安要与你同在。上帝要使用你，你是上帝眼中、口中大能的勇士。上帝要与你同在，
你要带着300个人去追赶米甸135000人。当你带着上帝的话，带着上帝的灵，上帝要与你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天天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上帝的迦南应许美地，能够建立上帝的教会，成为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神圣的国民，使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都能够在这边尊主为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我们拍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神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再一次，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再一次来呼喊他，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全地都看见，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我们跟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说：神真伟大，他要看顾你的一生。神真伟大，真伟大，一生伟大，看顾你一生。平安，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平安，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我们礼拜完哈，弟兄姐妹也，我们帮忙把我们的这个椅子哈，能够把它叠起来。